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对圣殿出来，拄要离开的时，门徒活来，报伊看圣殿的建筑物。耶稣甲因讲：遮个恁囝毋是拢有看到？我实在甲恁讲，无甲一块石会踏伫别地顶面，拢会受拆毁，拆甲平。耶稣伫橄榄山顶得坐的时，门徒私下来问伊：请甲阮讲，即个代志什么时会发生？你的来临甲今世的结局有什么条头？耶稣应讲：着谨慎，则免互人甲恁迷惑，因为有真侪人会利用我的名来讲，我就是基督，通迷惑真侪人。恁会听到战争以及战争的风声，着谨慎，毋免惊。这个代志一定会发生，毋过终局也未到，因为民族会起来攻击民族，国家攻击国家，真侪所在有饥荒甲地动，这一切的代志，不过是吹准痛疼的开始。迄时，恁会互人掠去苦楚、杀害，恁会因为我的名，互万民怨愤。迄时，真侪人会失去信心，互相出卖，彼此怨愤。有真侪假先知会出现来迷惑真侪人。不法的代志若加添，真侪人的痛心会渐渐冷淡。毋过，忍耐到最后的人会得到救。这个天国的福音会传到普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最后，终局才会到。所以，当恁看到上帝通过先知但以理所讲迄个可恶的毁灭者徛伫神圣的所在，读的人就明白即句话的意思。迄时，伫犹太的就逃走去山内，伫厝顶的毋通落来摕厝内的物，伫远面的毋通倒转去遐换衫。伫遐的日子，有神因的甲互婴仔食恁的妇人人，实在真不幸。着祈祷，恁则免伫冬天也是安息日逃难，因为伫遐的日子，得要有大灾难，是创造宇宙以来毋捌有的，将来嘛袂阁有。上帝若无减少遐的日子，世间人无一个会得到救，总是为着伊的选民，上帝会减少遐的日子。若有人甲恁讲，恁看基督伫遮，也是讲伊伫遐，毋通相信，因为有一寡假基督甲假先知会出现，惊大神者甲技术来迷惑人。若话连选民都要甲因迷惑，我已经甲恁讲啦。所以，若有人甲恁讲，恁看基督伫旷野，恁毋通出去；也是讲，恁看伊伫房间内，恁嘛毋通相信。死若对东边，死到西边，人子的来临嘛会亲像安尼。尸体伫倒位，兔头鹰拢会牵我去遐。这个灾难的日子一个过去，日会变黑暗，月袂发光，星会对天顶落落来，天顶的光体拢会摇绝。迄时人子的兆头会伫天顶出现，地上万族万民拢会啼哭。因为看见人子充满权能甲大阳光，坐天顶的云来临，伊会吹伊的天使，分响亮的喇叭，对天的这边到天的迄边，对四方聚集伊的选民。恁着对无花果树学习，基布宴发晓的时，恁就知夏天得要到啊，亲像安尼。
恁看到遮的一切的代志的时，就知人子已经接近到门口啦。我实在甲恁讲，这世代也未过去，遮的一切的代志拢会发生，天甲地会消失，毋过我的话绝对袂消失。关系迄个日、迄个时，无人知，天顶的天使毋知，囝嘛毋知，只有爸知若定。因为人子的来临嘛袂亲像挪亚的时的情景，大水来以前，到挪亚进入大船迄日，人照常啉食、嫁娶，因糊里糊涂拢毋知。大水忽然来，甲因拢冲走。人子的来临嘛袂安尼。迄时有两个妇人人伫田里，一个受接去，一个留地。两个妇人人伫挖无间伫挖石无，一个受接去，一个留地，着警醒，因为恁毋知恁的主什么日会来临。恁着知，厝的主人若知暗时几点贼仔会来，一定会警醒，袂互贼仔乌壁空入来厝内。所以，恁嘛着准备便便。因为人子会伫恁想袂到的时阵来临。若是安尼，什么人是忠实佮聪明的奴仆？就是主人交代去管家内其他的奴仆，照时分食物互因迄个人。伊的主人转来的时，互伊看到有照安尼做，迄个奴仆实在有福气。我实在甲恁讲。主人会派这个奴仆去管理伊拢总的财产。迄个歹的奴仆若心内想讲，我的主人袂遐紧转来，就拍边边做奴仆个，搁甲酒盘做伙啉食。主人会伫伊无按算的日，毋知的时阵转来，主人会严严甲伊处罚，甲伊甲假好的人下做堆。伫遐因为啼哭，家牙切齿。